嘅阴谋。天那么溜的，从爱爱飞到那沙，飞到那沙，飞到老那沙变到心都红，一代吹唔走嘅思念。天那么尖的，短短两截，飞到那沙，飞到莫爱莫爱莫爱呀，真正的自由。黑暗的世界，黑暗的谈下，平坦的草坡你，下坡以后木子，一年个一年，还更有给你痛爱喊起的安乐给抢了哭。莫怪你自暴自弃的啦！拜托，俺做成3按多年嘞，后生的仕途俺经验唔低，还会自优生呢。来做就发现奇怪怪的，因为无上到喏，伊还按心眼，天时间大本眼，好嘅好生的，因为本眼搞到安尼喏。哦，莫个怪乞假啊！又咩人咧唔錯，寫完呢件事啊，有嘅時節本來就行唔錯路嘅。我啲人講緊住，從學同家中咩事，莫個怪乞假好嗎？嗯？主任啦，笨蛋嘛，个都好好，你乱，事情就按斗。用愛。好，全部都捱唔錯，捱會處理，你做得嚟嘛？好啊，嘅弄矮少，唔係幾種啊？唔係幾種啦？啊，腳大本捱，腳大本捱，做嘛？冇啦，冇啦。冇都太用嘅啊！點都起啊？唔講腳鐵蛋糕嘅電到起，點都起。認真咧咩？男朋友就會按嚟用呀，夾掉誒，弄矮少。好啊，這樣係做嘛？天樣都按你做嘅啊！今年呢，真是才藝於親的啊！唔係騙啊！這樣嘛？唔係騙啊你！按你有 sexy 嘛？啊？有看過一隻馬嗎？冇。來做公關啊！唔會。嘿，嘿，準備啊！來啊，看我啊！這。有沒有？認真啊！啊，我條話冇做過。對啊，你，我做。好難啊！要做數。
这好诶啦，好诶啦，不爱啦，还不爱，做乜喊切喊切？得啦，彎住，停下啦！係啦，冇夠诶啦。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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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有冇喊我？啊？你為啲啊？哥哥，哥哥，哥哥，你有冇？哥哥，哥哥，你有呀？我们等你再来，停下来。哥哥，朋友，你做你天數。連做專舉天數。不要怕，搞一手怎么办？冰姐，太赶走了。冰姐，佳佳，来陪我玩，快点来陪我玩，走开，下一个就是你了，来陪我玩了，我不要吧，冰姐。
夜了。天天的事。我吃饱了，我要去上学了。鸡汤要喝哦。嗯，还是多请假几天，在家里好好休息，让妈帮你补一补身体。不用啦，请那么多假，同学觉得很奇怪。好吧，一有不舒服就要回来休息了，知道吗？嗯，知道。那做乜搞去办酒啊？哪张冇去办酒咧？哎呦，小姐，唔好安樣好冇啦，也係非常時期呢。家家需要人聽書啊，你媽媽要準備比賽，你拄好做得了去聽書啊。俺咩需要人聽書啊？迄其實都唔錯呢，做乜個太監都會批下佢啊？除了人講家家會改讀啊，佢做得迄個介紹啊，做乜個來呀？因為信仰的方面唔係改斷，係建立關係。家家現在需要跟世界做互動，不去行出去，大擺群去改讀改唔得，見到見痛苦，啱伊判得係啊。媽，信你啦，行件少。你講真，連當勉強都信你啦。唔會勉強。小姐啊，對於為難人伸出手唔係義務，係一種做人的品格。見面倆事情，你會用慢做；做得結停，你會用慢獻人。莊連杰，老師傅講，你想做用慢獻人哦。我的房間給佳佳住了。那你要睡哪裡？有那麼難嗎？我可以去跟莊連杰還有劉飛倫擠啊，要不然就睡路邊嘛，睡樹上啊，睡覺而已，有那麼難哦？莊連杰，你的房間也是別人給你的啦，不要假裝像自己房間一樣。喂，一怒，謝謝。阿面春，你來了，又唔了2年咯。眼冇用嘅啦。身體有冇爽爽？我講哦。既然來咧，聽下去唔過教室。來，佳佳的事，還有誰是事前就知道的？
生乜嘅事情啊？家家老菲律参加吸毒趴，被警察捉到的。听讲，初步你家家还问得入顺的。你们几个都是跟佳佳走得比较近的同学。其实佳佳的事情不至于会发展到像今天这样的程度。如果我们发现的够早的话，朋友的情谊真的不是拿来互相包庇用的。看到不对的事情就要拉他一把，这样才是好朋友。先生，现在你正去上课吗？回去上课。老师，怎么了，一诺？我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呢。为什么？我知道佳佳不太快乐，可是我们大家都很想帮她啊，结果嘞？米诺，过去的事情再想也没有用了，现在应该要想的是要怎么帮助佳佳。那我能做什么吗？陪伴吧。戒毒不容易，只有靠他自己。我们能给的，就只有陪伴。回去上课吧。一诺，我想到一个办法，可能对佳佳会有帮助。什么办法？我会跟美琪老师求婚，到时候就把佳佳拿来当伴奏。你有啥伫讲嘛的啊？ B man。来去上课了。嗯。迄你啊，无可能不能白吃白喝，你做谁啊？做较巧的，咱毋着较帅。你还知道原来女生还冇意义哦？无意义，有迄起无？试跟没试过就跟无意义。你因为爱坚强啊，从来都冇办法答应你。因为唔行过嘅路，还没行过。该种是，买吃到流利的世界，冇乜嘅意义。我就等嘅老人上大，嗰條世界對我唔好，嗰條世界冇尊嚴，一切都暗暗是的。我長大，我對個世界根本就冇信物嘅，我就會奉獻我自己，不失敗嘅冇。
平爱去法院，去官府所看爱，还老爱做担保。虽然讲爱到夜下，行去침묵，那个意义。不过就算讲单枪迄味道记，爱要好好讲伊，彼此都爱心到，意义彼此。讲那个生命无意义都是理由啊！我去深岛的，就留去做到现现，唔好表述。那么，就算讲遐广告的，行医馆哦，冇办法。囡仔，你连摸就摸诶，很关心你囡仔。爱羡慕家家囡仔。你原谅佢，爱陪你转来。你接受你有伊来要石头嘅摸诶，爱对佢唔好，我嘛敢安尼对爱啊！你对伊唔好嘿，你敢问啊？你顶下见面做嚟做乜嘅？哪家家sống啊？你得掉有用嘅东西好冇？你得澳洲嘛嗰種，係啦，佢三重才看到學啦，因為學較大量，也買甜啊，得學。你啲什麼嘢還要做嘛嘅冇？要做嘛嘅冇？你啲佢平常時好生嘛嘅哈？好做嘛嘅哈？嘛佢就唔定咁樣愛，你對佢好冇？你咁樣愛就唔敢談。爱要當下棋啊！係啦，比賽本錢就很多想。佢下面唔錯，佢面唔錯，愛都唔知，我認為重要老公，做家家爸爸。佢記者，警察定愛。我想，我做伊個聲明稿，才唔會競爭下去。主持人，等下要同講，家家根本因為變做安尼，唔係因為，我突然就有經驗。迄個唔可以也唔可以，係咪唔可以進來？也建議人哋啲溝通，定想清楚。
kanu misu ida kuanan ayah kalatan isu kakak oh kayen oh ayanai oh koyan oh ye oh yan oh ye oh koyan oh ye oh anna luan hayai ho hayai senai senai saku lusa ulusa isu kakak 怎么了搞？ 来出去哈。你不高兴哦？我当然不高兴了。房间里那幅画是你画的吗？嗯。上一次在你们家的时候，还有问妈妈一起画画，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的脸。 佳佳，我们从以前不是说好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会保护你。你把你自己变成这样，我怎么保护你？一怒，你看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了。魏佳佳是我的仙女哎，你现在把仙女弄坏了，你要赔一个给我啦。 你说什么？我很认真啊！你以为我在讲笑话？其实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哎呦，那就让自己变好啊！不开心的时候。 就唱歌、跳舞、弹钢琴啊，不然你也还有我们呢、吸什么毒啦？一怒，你人真的好好。哎呦，不要这么急发我好人卡嘛！你就专心戒毒，如果你睡不着，可以来找我，我就唱歌给你听。 Senai senai saku lusa ulusa isu kakak Yonan yikunakan numisu itakuanan Hayya kalatan isu kakak Oh hayan, oh ayanai, oh koyan, oh yan, oh yan, oh anna, luan hayai ho. 唐总，你还真有能力去写声明稿，你看啊。 乡长，请问一下，您的女儿涉嫌吸毒杀人，请问你有什么看法？以下是我针对吸毒事件做的个人声明。
首先，这段时间因为我家小女的事件所浪费的社会资源，国军在此致上12万分的歉意。这次的行动要感谢古风派出所的员警长期的跟踪，缉毒有功。案情检方还在调查当中，我不便多说。我的家庭是个不好的示范，我是一个不完美的父亲，家庭、事业难两全。我宁愿牺牲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名誉，也要打击犯罪。从今天开始，我会把时间全部奉献给地方乡亲，努力当一个好的父母官。对于有罪的人，绝不宽待，还给大家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请大家勇敢地向毒品说不。那你会亲自把女儿送到监护所吗？我佳佳，莫紧看手机啦，木做会快啲。来，手机本来。你材料片哦，莫东上西上啦，好好材料片解脱，相信阿爸爸不再个接受你。唐失败会好冇？你按撒网做的暗斗事情，让爸爸和那位老人对不对啊？勇敢向毒品说不，可莫爱笑啦！莫安尼可爱，又唔许爱花的，莫宁还用个舌头啊！可莫笑。有的气球打大颗一点。先生，你多少年做嘛嘅？你那张总统吼？人哋起位屯哦，前嘅荧幕交色哦，未嘅六神电里，唔是冇难度，继续做。好，来啲咧，继续啱先啊。有位警官辛苦咧。唔會啦，神父啊，勞煩吼，閣留位姐姐講一下嘅，請佢好好配合，安樣對佢較好。好啦，那位好好同佢講，兩位上行。神父，他们是谁？他们是警察，他们希望佳佳可以供出要头是谁。走吧，去看看佳佳。佳佳，这是强哥，叫强哥。强哥好。到了在干嘛？干嘛？哎，佳佳，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喽。欢迎啊，成为系统里新的供应者，药头小姐。药头？放心啦，
就像今天一样啊，一边买一边吃。被抓到怎么办？安啦，你一边贩毒一边吸毒，不会被判死刑啦。死刑？不过你若是把我们给供出来的话，你的家人可是会被判死刑哦。老板大回来了。警察做乜嘅幫人都冇講咯。睇來我嘅件做乜嘅都唔講，我只有睇嚟，佢啲老師老收啲地都，我聲嘢都喺呢度，之前冇同人講。我想唔佢冇啊，大家佢問。應該唔會啦。大家，你俾同佢問，佢問啊。只有我可以哈。你干嘛啊？走。去哪里呀？走就对了啦。大家，我们欢迎我们的伴奏违规。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弹了。哎呦，没关系啊，这首曲子你一定会弹。干嘛？老师来，这边。怎么了？哎呦，老师你不要紧张啦，是音乐教室重新开幕嘛，庆祝会。啊。庆祝会。方圆老师要向我的野蛮女友致敬。我的。对啊，我的啊。你的。方圆老师要向你，不对，他的啦。方圆老师要向他的野蛮女友致敬。方圆老师要向我的野蛮女友致敬。我的。对啊，我的啊。你的。方圆老师要向你，不对，他的啦。方圆老师要向他的野蛮女友致敬。你也许不是完美的老师，不是完美的女人，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就是喜欢。太夸张了啦！我们怎么在转啊？哎呦，我们很会呢。好晕哦！求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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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我吗？我愿意。亲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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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亲一个啦，一个就好了，快点呐！这边是学校，没关系啦。医生，明春怎么样了？没有什么问题的，应该是之前做人工流产手术出了问题，所以导致发烧、出血。我们已经处理好了，只是……请问一下哪一位是邱美清老师？我是，请问你是？你好，我是社工局人员，我有接到医院的通报。怎么啊，邱总？什么啊？哪门的事情啊？闭嘴！好啦，杨总，都有卡嘞。哎呦，拜托，拍到强调的。了解事情嘛，可以拍。副院长，哪个聪明咯？我老弟上个用的讲较好读，对啦。杨总，做对协款。真提出。你困爱无？你听说我都爱请伊到乡总，迄意思，找每年老人家哦。杨总，你林痛倒位啊，做对协款，电话还没还。眼蛋边，做迄 video 记录啥？我迄部副院长困得起来，俺没有俺的理想。不过家家，俺永远盼得。安排是你搁要伫的，好笑的。发树下，你是弹弓吗？发树下，归路风风的发，林黑行过去，该风风啪啪的发。就跌落你面前，跌落你肩背，跌落你脚下。发树下有一个蓝闪亮妹，发树下有一个老师傅哦，走过给蓝山，
走过的是每夜。佳佳，走吧。妈妈相信你听到这的。对啊，就像神父说的啊，你要与世界保持互动，不要怕，我保护你。包在我身上，走吧。佳佳，可能啊，一件好搞啊，遇到同學老先生，我用奇怪目光看你，唔是差幾多好冇？來，也係神父送你筆記本、老色筆，心情唔好時節啊，盡量發，盡量寫，啊，把不滿的心情全部發泄出來。來，做咩？神父安之前。配上有慢講，有慢想，該記得有事情。天父愛你，18弟啊，佳佳最乖、最靜、最犟，加油！啊！走吧。再見。哥哥應該會忘事情啊。其實我擔心另外一種問題。喂，这么改啊？骑到上面了，你有病啊！学会要够勇敢的，可以。放掉了！杜一奇，你拿来狗来，你拿来狗来！别打我！别打我！大家杀了我！好回啦！小黑記，小黑記，基本嘅咩全要成個要黑記老師唔俾我聽，小黑記記係死地方，拿來狗！是手我永遠給你的，只有勇敢面對現實，才有改變嘅可能。沒有誰能夠保護誰，只有手牽細閉上臉，用銳利的眼神看向前面。